繼續來看國防部佇咧今仔日是偵測到21架次的中國軍機出海活動，其中有19架次進入咱的西南空域，閣有西太平洋執行今年第2屆的遠海導航。面對中國不時就來擾亂，咱台灣嘛是繼續強化防衛。風聲講，咱甲美國買的4隻 MQ-9B 無人機是已經有2隻送到位咯。國防部公布，20幾日偵測2架次強機，8隻強藍甲4隻公布全交代。而早起閣有21架次強機出海活動，其中19架次進入咱國西南空域，甲西太平洋執行今年第2度遠海導航任務。國軍利用聯合情監偵手段嚴密掌握，並簡派任務機艦及岸置飛彈系統適切應處。面對強軍侵擾，國軍繼續強化高空安全力量。今年3月，由國防部副部長徐思謙起美國見證交機的2隻 MQ-9B 高空無人機，傳出已經運來台灣，目前當由原廠甲軍方組裝測試，後手會選日制做飛測，可以有效的協助國軍，就是偵測各種海上的目標。包括中國軍艦的動向，還有海警船以及各種影子艦隊。專家指出，航軍向美國買4隻 MQ-9B 無人機，會當發揮軌跡監控功能，有效彌補海峽偵察空防。相關真主要希望甲美國、日本等友盟國家做接受分享甲對接。無人機的重要性持續增加，部長佇會場當日審查的今年度總預算，中央各部會攏規劃買無人機，其中以國防部超過100億上濟，另外包括經濟部、教育部、內政部、海委會、農業部甲4大國營事業攏有編列預算，總計大約192億。也毋過，好在也離會執期用途不明，計劃撲拍。不能夠把無人機變成新的預算的提款機。人民要問的是，這到底你是要買幾台？買什麼樣子的規格？誰來使用？解決什麼問題？績效怎麼樣驗收？有沒有重複採購？關鍵基礎設施的巡檢等等，其實它的用途非常的廣泛。但是我還是強調不管是什麼樣的預算，我們都很歡迎這個在野黨來檢驗。民進黨立委表示，是 AI 技術發展，無人機今嘛普遍用於軍事物流救災甲環境監測等領域，政府採購符合國際趨勢。記者綜合報道。